大家好，我係安東。水晶作為自然界嘅能量載體，常被用嚟協助動物恢復身心平衡。這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人，佢哋相信某啲寶石能夠保護動物。首先選擇與需要相符嘅水晶，例如紫水晶可以安撫焦慮嘅動物，玫瑰石英有助提升情緒同埋免疫力，黑曜石能夠驅散負面能量等等。將乾淨嘅水晶放置喺動物嘅休息區，或直接輕輕貼喺佢哋嘅身體表面，等佢哋自然吸收微弱嘅頻率震動。喺洗浴之前，建議先用溫水同埋鹽巴浸泡清洗水晶，同埋喺月光或日光下沖涼，以確保水晶嘅能量純淨。每日更換水晶或將佢重新沖涼，可以持續為動物提供穩定嘅能量場，幫助佢哋緩解疼痛、減少壓力、促進血液循環同埋修復細胞。長期觀察之下，好多寵物都會顯示出更放鬆嘅姿態，食慾提升同埋毛色光澤度改善，呢啲都顯示水晶嘅輔助療效喺動物身上效果顯著。對於曾被不當對待或者有心理創傷嘅寵物，就可以嘗試用粉晶、東陵玉、翡翠、茶晶同埋煙晶等等，呢啲都可以依據情緒需求分別擺放喺寵物嘅休息區或者靠近佢哋常常休息嘅角落，但係要保持安全距離，避免直接接觸。選用水晶嘅大小尺寸，主要係動物無法吞下嘅大小，放喺寵物嘅前方或者側邊，讓能量自然環繞。如果空間許可，可喺寵物床底或者靠背各放一塊，以形成柔和嘅能量場。